愛孩子，學前單位社工服務。大家好，我係保護兒童小精靈，我有一支魔法棒，可以保護小朋友㗎。當發現小朋友有機會被傷害，我就會出現㗎喇。我嘅魔法棒好犀利㗎，有以下嘅魔法：幫小朋友識別危險，幫小朋友大聲叫唔好，幫小朋友跑得快，幫小朋友記得話俾信任嘅大人聽。其實日常嘅情景入邊隱藏住大大小小嘅危機。等我睇下公園入面有乜嘢潛在危機先。咦？似乎呢度有危機即將會發生啊！等我去睇下先。小朋友，叔叔有好食嘅糖啊！你同我去嗰邊玩一陣，叔叔就請你食啦。我鍾意糖啊！我要用我嘅魔法嚟幫佢啊！睇清楚呢個陌生人嘅壞意圖啦！叔叔嘅糖味道好特別㗎，快啲嚟睇下啦！我唔要。記得要將件事話俾信任嘅人聽啊！媽媽，頭先有個叔叔想請我食糖，之後仲要我跟佢去廁所啊！我大嗌唔好，之後就跑返嚟啦。你做得啱啊！遇到陌生人做可疑嘅事情，應該立即講唔好，同埋離開現場，仲要話俾信任嘅大人知道。而家冇事啦，唔使驚。除咗喺公眾場所要提防陌生人之外，有啲人雖然係小朋友認識嘅，但係私底下都可能有唔好嘅意圖，小朋友需要多加留意啊！呢個屋企好似有危機出現喎。叔叔出完牌啦，輪到你啦！我會贏㗎。你睇下，我出咗最後一張牌啦，我贏啦！下一局，如果你輸咗，會有懲罰啊！今次我一定會贏。好啊，開始下一局啦！點解又係你贏㗎？A，你又輸咗啦，要接受大懲罰啦！記得呢個遊戲唔可以話俾媽咪知㗎，如果唔係，下次就冇得玩㗎啦。小朋友遇到危險啊！我要用魔法幫佢。你要睇清楚呢個叔叔有壞嘅諗法啊！而家你要大聲講唔好，同埋離開現場啊！你唔可以咁樣㗎，媽咪啊！你要話俾媽媽聽頭先發生嘅事。媽咪，頭先叔叔摸我背脊同大髀，我覺得唔舒服。佢仲叫我唔好同你講啦。原來屋企有壞人喺度，唔使驚，媽媽會保護你。有需要嘅話，媽媽會報警將壞人捉走。喺日常生活當中，人同人之間有唔同嘅接觸，當中可以分為好接觸同埋壞接觸。好接觸係令雙方感到開心同埋舒服嘅，例如輕力拍下朋友嘅膊頭，同朋友握手 ，Give me five。壞接觸係令其中一方感到難受嘅，例如觸摸別人身體私密嘅位置，以及用其他形式傷害他人嘅身體，令佢哋感到唔舒服。今集
我哋有保護兒童小精靈幫手，喺唔同嘅情景當中察覺危機，提醒小朋友。喺現實生活當中，家長都要保護同埋看管小朋友，成為小朋友嘅避風港。當小朋友遇到呢啲事件，話俾信任嘅大人知道嘅時候，記得要認真看待，並且嚴肅跟進。小朋友，而家我將小精靈嘅魔法力量送俾你啦，記得要留意身邊危機，遇到壞人嘅時候要大叫唔好，要盡快喺安全嘅情況之下離開，同埋要話俾信任嘅大人知道啊。